對香港市民最大嘅侮辱。你加咗價，你服務唔好，你有咩理由會停電嘅？停幾個鐘喎，你唔係停幾個字喎。我都個半鐘頭先翻到屋企咯。用咗1個鐘頭，我用咗成2個鐘。你覺得今次港鐵嘅處理你滿唔滿意啊？都盡咗力㗎啦，我知。有時啲機器嘅嘢咧就壞咧，就都有情有可原嘅。你人咁幾十年都有時都會身體唔舒服，何況啲機器咧？咁有時我覺得就唔可以怪晒咯，意外嘅嘢咁樣咯。我就見到有啲人就喺度嘈，但我覺得唔需要咯。即係有時啲嘢你要體諒，有啲車一日咁樣行咧，可能啲機器都會壞壞地噶嘛。其實講真，地鐵對維修啲嘢都做得幾好噶啦，真係。不過就係突發事件去處理得唔好啫，先至有咁多人投訴啫。我覺得地鐵一般表現都幾好嘅。你覺得有咩去改正或者話建議咧？佢要俾翻2日3日俾翻啲市民搭車免費車，啱唔啱啊？你罰佢都冇用噶，罰佢係政府收啫嘛，唔係我哋市民啊嘛。咁有冇話咩啊？因為佢搭幾程唔使錢啊，啲免費啲咁咯。注重下改善啊嗰啲設施啊或者之類嗰啲咁嘅嘢咁樣啊，將啲錢盡量投放喺一啲嗰啲基建啊嗰啲嘢上面咯。我覺得佢成日都出事咧，佢應該唔好再嗰個價錢唔好再調整，係因為而家佢不嬲調整係上升咯。我覺得佢應該減翻價俾啲香港市民咯。我覺得即係有時可能要通知下，即係搭開車有啲人都要裝個 app 啊。咁一有咩故障要即刻可能有個 app 係通知全部人，咁等人哋可以轉其他交通工具去搭咯，咁會方便啲咯。係啦，或者可能佢要即刻講俾可能新聞台聽咁樣，咁新聞台先會發佈出去，咁咪消息會快啲咁樣咯。